电梯门打开的一刹那，失散30年的母女彼此终于相见。可下一秒，悲剧就发生了，母亲的脖子上突然出现一道血痕，而母亲进入电梯与女儿会面的这个期间，这附近就没有第3个人出现过。本该激动拥抱的初次团聚，也秒变成了遗憾离别的最后一面。转眼间，警察就封锁了现场。但在警察询问他和死者的关系时，罗恩却果断说他不认识对方。不过，死者家族里的管家却一眼认出了他，还一个劲儿的邀请他去古宅看看。可现在的罗恩哪还有那个胆啊？刚出门他就遇到从非洲赶回来的老黑，随后老黑将他带到了安全的地方，并告诉罗恩，他母亲所在的梅菲尔家族世代镇压着项链中的恶魔，可为了权力，每代家族掌权的女人最终都会和恶魔签下契约。如今母亲死了，恶魔一定会来找罗恩，但眼下他们必须要先找到杀人的真凶。于是老黑在周围布下了结界就离开了。与此同时，梅菲尔家族的管家在警局领回了那条恶魔项链，他将项链赠给了自家的佣人。女佣不知死活，还以为是自己捡了个大便宜，哪曾想管家是在惩罚他。当初是他擅离职守放走了罗恩的母亲。女佣被骗进入地下室后，用头不停地撞击着墙壁，哪怕他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，依旧还在撞击。反观罗恩这边，大楼突然响起警报。当他下楼后，发现是虚惊一场。也就在此时，他看到了一伙类似狂欢节的队伍。一位极美的老太太主动搭讪，请罗恩喝酒。在他喝酒的同时，老太太竟变回了恶魔。之后，罗恩忘乎所以，跟随着狂欢的队伍一路唱跳。不知不觉，他进入了幻境。在这里，明明死去的母亲竟还活着。紧接着，母亲就引导女儿和恶魔签下新的契约。此时，他突然清醒，意识到母亲已死，自己是身处恶魔制造的陷阱。另一边，老黑来到凶案现场的电梯，用手触摸四周，试图看到案发时的场景，但这次他失败了。很明显，已经有人动过了手脚。没办法，他只能扮成记者，去接触罗恩母亲的尸体。一瞬间，他真切的感同身受的知道，作为一个母亲被囚禁的辛酸血泪的一生。同时，他也看到了杀死罗恩母亲的凶手。等老黑回到安全屋后，发现不对，立刻去触摸墙壁，他感觉到了恶魔的气息。恰好此时罗恩也赶了回来。早上，管家进入地下室，准备从佣人的身上取回项链，可摸索了半天，发现项链居然不见了。很快就到母亲出殡的这一天，女人的舅舅利用整理妆容的机会，在尸体上寻找着丢失的项链。要下葬时，老黑接到凶手被抓到的消息。等他赶到警局，认出对方就是杀死罗恩母亲的凶手，但他们还不知道的是，刚得到的线索马上就要失效了。老黑将手放在凶手的身上，随后恶魔从凶手的身体里漂浮而出。这到底是在替契约的主人报仇，还是别有目的的杀人灭口呢？